我的小英文，今年已92岁，240斤的团村长。100个尝试的事情，所以因为团结表也就是还可以有不同地方，那个事件不能再发生在台湾。各位客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安尼2集11集以后电视节目，今天呢抢到228事件当中有一集阿公萧景文先生，萧阿公，做嘛抢萧阿公来？因为其实萧阿公可能喺台湾咧下当少仅存的228事件当下，他就在现场的这个人。当然，你现场还有228基金会的刘副执行长，要向下拉你来谈。你先看一段228事件，萧景文、萧阿公，这是个看到的嘛？该。左边上战，比国成功，係當到熱血後生人嘅夢想，本人看作係勇敢忠誠嘅表現。受過日本教育嘅蕭景文，16歲就辭任報國從軍，喺日本時代被派到緬甸上戰。戰後，國事嘅轉彎冇影響到蕭景文實有過嘅少年情懷。對佢來講，人生無限複雜。當家嘅日本兵冇容易啦。所以我會自願去當兵，主要嘅目的頭嘅，要當兵嘅去能夠當兵嘅，也個台灣人是很光榮，很有這個成就感。採取的戰士嘅佢，很容易轉到台灣開始嘅新嘅生活。嘅時節，佢冇想到嘅係，啲家嘅人生地圖未會有做啲哦。就暫時啲南洋一種想法。今年佢才滿20歲，佢咩係少數親身經歷過228事件，從口下無事到一下閒財嘅當事人。蕭景文喺1926年苗栗嘅客家莊出世，有隻41歲嘅老太蕭慶忠，90歲嘅佢，順行認識佢嘅人就無錯嘅，
细人的对阿爸的过去咩唔咩懂清楚，气切安尼的访问。我要讲，我不是。当道故事，请做得透过小见闻切角来讲。我出生是一个时间，我爸是29岁，我14岁，我爸读个特别个体师范学校助教做29岁就过身啦。阿爸过身过后，孝顺的阿婆就带登记老太带啲美丽嘅姨婆屋卡。以後嘅時節爭到台北，時台北見到下台北美麗兩天來去，每本小見聞會講動多種語言。反正來去啦哈，就所以我也有客話也會講，好多話也會講安尼哈，所以也我會講嘅話有5種，日本話、國語、好多話、韓國客話、韓國英語。還有這個安尼。1946年，退役過後嘅小見聞轉到屋卡，老太打人公共日咧，生活痛苦。開波沙嘅阿喬聽見日知道嘅，就前兩兄弟上台北，到家嘅太明波波沙來上班，一直嘅天影響嘅家嘅一生人。我嘅師傅吼是在講係做外務。邊那個記者兩方面嘅職務啦。戰後，外來和本土兩種無共樣嘅刺突互相衝擊，造就埋下嘅大爆炸嘅火藥。1947年2月27號，台北太和堂嘅天馬茶坊前，13戶人家因為賣私煙，本准賣票嘅人查到，不過造成一死一傷。變做係228事件嘅引爆點，也從火就將命運共樣嘅小島嘅這種事做記者嘅小見聞身行。蕭景文在延平南路，他聽到聲音很大，有鑼鼓陣，大頭鼓亭，大頭高點打鼓啊，然後拉旗子啊，就遊行隊伍。那麼他就跟出來看。228個當日我就停個抗議個隊伍個從最前面個小頭太鼓個個抗議個前頭前我就停從頭到尾我就停一路採訪。從北門口一路到專賣局，這個過程包括裡面還把人家抓出來打，他都在。那個時候有在現場看到的人，在我去訪問他的時候，大概剩下不到5個。他其實應該算是台灣的國寶了，哦，因為能夠親眼目睹228事件的人其實不多了。這樣時嘅場景，對做記者嘅小見聞嚟講，極唔會強，因為因為自家經過太場面，還有爭出沙啲爭會有嘅戇當。即係我講來同我講下啲人，就嗰啲停講下警察局是在武昌街，我的報社是在漢口街，哎呀來漢口街就找不到，就後來回去再來，就叫我就跟他一起走。小見聞鬧到，自家係因為記者採訪報道，才會被帶走。不過被押到警察局以後，他本人嚴刑拷打，並問佢唔知嘅事情。對佢來講，就像係不夢樣嘅。不過，上腳嘅痛，留對腳底到心肝產生嘅繭，佢馬上發現也唔係不夢。我剛剛記得微笑看吼，其實做嘛剛一開始講小阿公吼，其實係安尼當時吼，你行才做得到，安尼來講，我係228現場嘅人，所以阿公還記得冇？嗰時嘅，你對做記者沒有？剛剛你嘅影片裡邊有看到，你做嘅記者哦，你第一時間到現場嘅時間，現場係樣嘅一隻情形。第一時間都會去現場吼，現在是講本店啦吼，你啊就中興南路
马路风时间差不多8点人个出去的嘛，还有个这个古麦桥个水源又出去，本年有2片旅游个水桥，约差不多70公分个长个水桥个，拢差不多3、4个啊，因为大鱼嘛，叫做个。空那个水桥底。哎呀，做水桥底尾都差唔多。我去到个时有一条，迄个后生个拿到个石头个转一个，就对那边打个，还跌过去，然后有一部分个后生个就留到我就办一些那个。盐醋啦，反正酒啦，全部变名出来个重庆南路个路中心头个小中意，因为还是爱写新闻嘛吼，所以还是天天个抗议个态度天天行到。给下个衡阳路都有一个外省人，来本人动电都很下来嘛，以往呢阿山呢，还有好多个阿山，你阿山还是阿台人，因为今以後啲講咩台灣話唔有嚟講，好多話唔會打啊。唔會演就打咯，就連戲啊，也生啊死啊唔知啦，就做啲。最主要原因就講，人家分析就講吼，主要就講5聲人的統治，日本的統治啊，殖民統治啊，嗰時候台灣人啊有清國嘅希望乜解呢？因為殖民統治一樣講，冇可能講台灣人的 TV 啊，讓日本人享用啊。嗰時候大家一隻心情就講，光復以後，係唔係有可能由原來2點的公民啊變1點的公民？大家希望做咁樣，但是呢，來了國民政府來以後，一開始來嘅時候呢，有幾點嚇，本台灣人失望啦。因為講失望呢，第一點就講人才冇辦法用，嚇，因為講唔會講國語，加上就講經濟啊，嚇嘅情況嘛唔好，因為唔戰後那有可能。所有啊，通貨膨脹啦，各方面失業率啦，各方面問題全部都未到強下。好，最重要一點就講，唔來派官啊，嚇，嗰條官，嗰時候官派嘅嘛，所有驗屍狀什麼官派，嗰驗屍狀本身操數有問題啊。因為種種嘅原因啊，變嚟講，大家就講對啲統治者嚇，你下來嘅唔係講佢想嘅嗰種嘅祖國嘅嗰種希望嘅一個政府啦。按樣個失望嘅心情，所以講佢嗬，家小先生講，人都研發幾多時間，幾多引爆點一發生以後啊，所有嘅情緒全部出來，全部走出來，一走出來以後啊，叫做唔係講，叫做變咗講喺400人嘅咧，所有嘅壓力、所有嘅不滿，全部走出來。其實夏公吼，其實安尼讀嘅影片裡邊有看到咩？其實唔記得到現場嘅時用喺台面播一隻記者嘅身份過一個片，迄本嘅警察嚟，你有做落去？我做去是安尼佢要你把跟當然係去採訪嘅以後，我做個播沙台面播沙度嚇，我當晚嘅要3月初9，佢就是呢就。走落去就做，因為個台面播沙個沙莊牙橋嘛吼，一佢是參加安尼228處理委員會委員嘛，伊就做佢嘛，做佢做成係咩唔知咩嚇，就係咪嗰樣事冇做起啦，就係我來就天氣佢南樹佢特別警察局就講做南樹嘛，佢用個後生嘅那個刑事啦，就差唔多那個細數嘅警司去報警察局做，這樣仲係帶落去地下室，
遐说从来困起来，hem来开电了，问阿讲嘅，毋是爱大谈到讲迄沙种迄牙球安尼，后要问阿讲牙球去做那去，hem来讲啊，我治喏都毋治嘛吼，其这方面毋治，你用冲讲啊，对伤感因大，大拢爱缘分的，倒落去以后个。迄种啊拍水，嗰种啊长起来讲，就出来，就响起来，要问来讲，我讲啊唔讲啊呢？讲你们用管水啊，管水用办管用啊，就本日读电的咩吼，就开电的，用个一个同个条那么同个长好不伊啊向田，啊个这个拿个那个面帕，同个面帕同个。就靠那个面红，伊个就同个拿个太麻杂个水壶，就当我从停个水下来，然后就跳起唔得嘛，跳起嘅，冇跳起嘅就倒落去，你差不多2下3下。我就爱想讲，哎呀，你没办法，就吼，就对所有嘅一现场来脱离嘅现场哦，我一定会现到死，我自个是安尼想，就明白我咱就讲，我好，你治爱同讲，爱同讲，我偏伊讲，我看有这空到尾无安尼，这咱就不用睇。不用睇，他冇做爱心，安尼做爱送我个建议里面安尼。其实呢只问题也做反映到一只问题，就讲其实嘅时间壮年、青年，原则上佢冇经过乜嘅冇程序，因为佢天天做作者嘅，天天做管定嘅。那管呢度你咩唔掂，佢不要再吹，當你再吹就衝晒睇嚟，就冇再會轉來咯。呢隻事件其實佢對一隻當混亂嘅一隻情況啦。其實我想吼，你先來看一段 VCR， 因為呢隻 VCR 你做咗提供，做乜嘅小阿公吼，本年再吹老以前轉嚟以後，有這個觀點嘅吼。好口，这样啊？哎，好你们同学，别动，走，快，快，走。台湾人讲，做事将手快命高，咩有人讲千金难买做地道，系讲有人做得从来，而现在咧唔系三个灾难，系求一只满意嘅示范。日本人也都东南想象，係用辦千萬嘅環境，怎會有安樣嘅想法咯？新聞對講，實在上唔甘願啦，將我每下年變咗就白白的死掉嘛，哦，如果這樣子無意義的被他槍斃死掉的話，我不如當時在緬甸打仗的時候，那個時候戰時。就呢一個時間，事情出現了轉機。戰後，曾任做台灣省行政長官，治理台灣。不過時代下，沙互相攻擊，各方人馬搶此離開。除了陳毅嘅勢力，CC 派嘅鐵腕內統，蔣經國三槍團嘅勢力，政治角力非常複雜。1947年3月17號，嗰時節做國防部長嘅朴崇熙將軍奉命來台獻威。他來台灣的時候，他帶着冷心。這個飛機上3月17號來呢，還有一個蔣經國，蔣經國也在車上，叫第二處的處長蔣經國。那麼他來的原因就為什麼帶着太子來，就是他也擔心陳儀當時發生228事變以後，陳儀是不希望有任何人來了。我覺得我父親到台灣來宣慰啊，我講說那是關鍵16天，可以握了可以說是生死大權。他是那時候蔣主席派來的宣慰的大員嘛，所以我想他又是國防部長，
所以他那时候的态度啊，是我的偏严偏宽啊，我很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柏昌熙来台后，下令无经过审判做唔得冲杀。不过，含啲粗鲁嘅萧建文对这件事情当然唔知。儿童的蒙面，做新市场，冲杀的个事情，佢本好的那个柏昌熙将军来看到，讲话就全部台湾人本意啊，乱打是无经过审判来以后就命令我们无经过审判不能打死，所以呢，一条命本意救到。萧建文伫国门关前行一转，变做係228事件当少数本人判冲杀，压到现场又本人表态嘅幸存者。萧建文突然间冇事情呢，不过单位上人杀好点点嘅有事情呢。所以本就是昨天这军法处的时间，佢有写信的转来这样提供，也做个军法处，韩国的多了差不多有三个人嘅，以后都不是昨天冲杀就打死的。伫现台参加社团也系读书会，系当平常嘅联谊社交活动。不过台湾战后初期，也种联谊社交活动稍微带来杀身之祸。还有那我去收尸的时候，有伤的，这个在这个西凉区的，系啊，我看到我是那时候心很痛啦，心痛吼，一个露台有一个露台本地安大事，我对也行还唔甘愿。1949年，萧建文的露台小庆庄，因为天数印刷宣传品，本人难以参加青年文化协会所做的读书会。本人因为係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杀本人做起来。林正亨参与的印报呢，就在现在的八德路跟中央东路口一个大安印报社。那么印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简志公，就是萧景文的弟弟萧庆章。萧建文伫228事件中太难无事，露台萧庆章杀因为参加读书会来野火丧生，也对苗栗来嘅邵家两兄弟伫贫苦嘅单亲家庭中成长，两三人相互依靠。露台好点点的唔见脱，无背景嘅萧建文抢做得万难去探堂，实在唔得要千万人来听书。元旦做记者嘅萧建文一心想喺啲繁华嘅台北有所发展，而外本人做起以后，本家嘅新关度产生嘅变化，态度变到当保守，贫苦嘅佢也咩两分态度，而上嘅就係平凡安稳嘅过生活，生存变做係佢唯一嘅向往。其实都刚看到一笔写的白吼，大家就看到一只当重要一只事情，就228事件当到无空用领域的人，有的是做教育的，有些人就做医生的，有些人做律师司法官的，有的人就想做记者，做出版社的，像按样的一只媒体圈的媒体出版领域里边事件的人，係228里咱家属呢。确实当多啦吼。哎呀，讲起来就讲，因讲吼，对228啦吼，也苏南的，你讲行业来地步来讲分啦吼。安尼个新闻界，嘛一只苏海东城的一只族群啊，安尼讲啦吼。给人年代的学人办报的风气啊，动身形，但是按样来讲出发、讲整发的结果呢，做228事件以后，唔讲陈毅啊，印象迄查封所有的波沙吼，迄1947年的3月出事，其实哈林全部都查封的，所以安尼邓敬义吼，其实一族记吼，咩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安讲吼，都甲主持人讲诶，新闻界很难会一只当重要的一只。苏南的一个族群的。可以做了强高给曾教授哈，当时抓新闻媒体
这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定好的目标吗？还是说它其实是因为要便于某一种知识上面的管理，或者是某一种讯息上面的前置，所以它产生了这种您的研究是怎么看？从这些史料可以判断当时为什么媒体受到这个牵连甚多主要就是要封锁这个消息了因为媒体把这个台湾228的这些状况揭露，然后呢当然就是说媒体对于这个陈毅政府本来就批评得非常的严厉，那所以事后如果要来追究如果让媒体不断的在继续在揭露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事后有关这些责任的追究，那当然会指向当时陈毅的政府，为了要这个掩饰这些罪证，那当然把这个媒体封锁，然后把这些报人那么来加以这个诛杀，这是斩草除根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在刚刚那个 VCR 上面其实来问到嘅有夫所以讲嗰時嘅其實夏華公講也因為白崇那隻國防部長到台灣來以後，頒布那隻命令以後，將存活下來的人唯一的幸存者當然我想蕭先生佢講虎口逃生呢點佢一直有心存感恩不過我要無咁嘅看法因為我講咧朴崇熙來台灣冇唔錯3月17來佢宣布來宣布選屍體後嘅命令頒布嘅命令呢個命令當然講所有嘅軍事機關屬案嘅人犯全部搞普通嘅法院嘅審判，但是一直到佢是4月初離開因為回顧2年100嘅事件發生乜嘅事情，佢落嚟以後3月18假日有鐵蟲嘅假意查條，啲嘅衝殺嘅鐵皮嘅人，鐵一皮3月23號同樣假意查條，鐵3皮3月25號假意查條，3批啲嘅衝殺，我意思講假命令有效性幾多？你係我質疑我講嘢質疑啦。當然你係做前日嚟研究啦。第一點就講總七郎，佢係4月初死，假嘅總七郎假嘅國家33年人講200研究嘅咋講滅門差唔多係滅門這種4月初嘅都發生嘅事情，做出命令頒布以後，更有效。我意思講，所以講有信有不信我意思係咁講。假命令唔係講有按樣嘅普及性、統一性，這樣係看法。曾教授，你有看兩種問題？這看法是非常的非常犀利了。認為就是說台北可能因為這個就在省員嘛，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樣一個命令，那麼也比較容易貫徹。但是到其他的這個外縣市，那就不一定了。那何況就是說有許多其實是借刀殺人，所以當時人民真的是非常的，就像如草芥一樣恐懼。對，他生命就是這個朝不保夕。其實像剛談嘅夏華公韓國兩位學者談到兩部分的事情其實兩種作為一個國家暴力嘅一個很彰顯的一個方法，彰顯國家暴力的一種過程。其實這麼發生兩個事情就是兩個暴力事件究竟對於這樣人影響於他嘅當然你後背要當到社會層面、精神層面，當到問題可以慢慢的深入去研究探討。夏華公嘅家嘅情況來看，佢天天後背要過一張命嘅天天按照嚟看一下就講其實經過2年8以後蕭景文先生夏華公佢因為要想辦法行下去，想辦法自己這個審法下去，佢攞自己命嘅沒改出來，就唔係受死即係啲天呢，佢連佢自己命嘅沒冇出嘅，看到係咁意思啲南洋嘅戰場巷，蕭景文生存下來嘅。不過戰後由統治者殺ทิ้嘅戰場巷，
生死含迄无清楚。故所温香卖命，也则直接出现伫小说的形容词，小见闻吉听老记做通词用。就算有几多嘅唔盼得，又唔甘愿，你哋还係过下去啊！伫阿妹建议之下，小见闻吉听改名嘅，小见闻一张人참是小说的世界上。该用是我有手术的就有我做生意，做生意的时间就跟对方讲会讲讲啊有方法的研究，我生意做唔长，所以我就改小生意。温香卖命大跳公益嘞，也是一个小见闻全力打拼事业。佢老几只好朋友创业开工厂，伫南市角做建天线的技师，拍树起家，一切从头开始。27、8岁才开始思想创业，到30岁，这样是张真经有钱。因为这几年认识的一只小妹，本溜溜飘飘的小见闻，总算上个安定下来的，享受家庭生活。因为我家的，我不用佢看到外戏啊，佢那个样对我有好印象，拿到有机会的我就尽量去做啊。小见闻，老细佢7岁嘅本娘结婚，将嘅2个奶嘅4个妹嘅，当时佢发现有啥厦门市的铁屋，就带啲家福卡放喺口检视佢。生活地度，佢讲话留做事情都当小心，就喺每本平凡幸福嘅家庭，就个受到破坏。对2018，佢咩无同世人嘅多讲物解。过去小见闻嘅一段历史，渐渐嘅本家人表唔记得咧。我甲你讲哦，这个关于228的这个客家电视台啦，我讲要来访问恁，啊，恁什么时间有时间啦？我无闲啦，你不讲我要来我最近来，我台当你笑的哦。啊，好啦，啊。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无叫，228个客家电台讲要访问你啦，啊，你有时间无？我哪有时间？哈？我无时间啦。无时间哦。好。咩代志？吼。迄个，这个客家电视台啦，要用电话访问你一寡代志，你会使无？喂，这我可免问啦。你这6个囡仔无甲一个有迄个呀，因为你出来讲，对伊也无好处啊，对伊也无啥物去利害关系啊，所以伊对这种完全会使讲拢无对这个代志完全伊就敢若花外之地啦，无。1988年，小树叶改名转小见闻。不过对下一代来讲，一段历史就像课本的教条同样，清楚刻板，啥无上的读。就算佢阿豆来一段长长的历史有所接触。涂家嗰段历史啊，吼，其实你看到佢真係不好事嘅啊。就讲228的事件吼，比較同重要影響就係228事件嘅當事人吼本身可能全部唔會照顧留下一批人講，冇想要講啦，冇想照顧留下一批人講。所以我想問一下嘅社工吼，是，呀228嘅事件啊，有留7屆些年嚟談論過冇？冇討論人還是講本期啊就談啊，我也就生意佢都冇講人哋嘅好像都冇講嘅事嘛，佢唔會講，因為佢抵唔抵都有冇講，
像当时啊，我输海岛也就唔会嘛，所以佢就对那个语白也就佢连意识的关心都无安尼啦。某想要参与了到历史了，哎呀。像这样子哈，就是下一代其实慢慢的远离228这个历史的事件哈。就在曾教授这边，你对于像这样子228所产生的那种历史的疏离感，曾教授你在你的研究里面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的家庭也是的那个经历啊，其实跟肖伯伯其实一样的啊。我父亲跟他年纪差不多。也是经历了228，也是长期在家人呢避讳谈这个事情，甚至连我母亲啊跟他结婚都不知道他过去曾经有这段的经历啊。那我是到了这个念研究所，我父亲啊看我年纪够大了啊，那才告诉我说他曾经是228以及白色恐怖的这个受难者啊。那我去找家人求证。他们还闪闪躲躲的啊，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我相信肖伯伯他的子女也是跟我同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完全不知道父亲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其实我们是在心理上是被保护得很好。当我们知道真相之后，怀抱了更大的感激啊。那当然也对于他们所受到的委屈，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有更大的一个责任，要帮他们平反。让这段历史让更多人知道啊，并不是在报复，而是希望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台湾的历史的未来不要再发生。了解。其实刚刚听那个曾教授这样提啊，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切入点。那切入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暴力究竟会扭曲多少价值观？在当下，像这个萧景文先生夏公他就是会选择隐姓埋名。这个方法，去闪开任何所有的事，所以就像讲每一下给刘副其实你对安阳的一种隐藏性的一种你要讲你人格就是是不是228东头事件太家族的安阳一周？那有一则同重要的事件空间的结构大家要了解。228事件1947年发生以后2年以后1949年5月20以后就係全台灣的戒嚴戒嚴時期一直到1987年7月15解除戒嚴。這段時間嘅國安叫做上都無數228，所以講這段時間佢現在沉默、隱姓埋名，甚至遺忘，記住人心無辦法。那安陽的國外指他會保護自家，會保護家人，佢現在安陽封殺，解除戒嚴以後，包括小先生，佢都有辦法講行出來，佢哋做228的資格，對228佢所有的以前的心理的創傷佢都經由行動來完成療癒能夠療癒，所以講來講，佢每一個都會典範。夏阿公作為一張228事件的當下的當事人，沒不能作去，沒因為一個白崇禧國防部長的一道命令所殘存下來冇被槍殺的一張人佢很樣去面對佢哋面對228的事件的一個思考的一個價值觀。我想你看一段 VCR 就來了解一下蕭阿公蕭景文先生佢後背樣去處理佢面對228的一件事情。退休的人生要用樣板的規劃，做志工係當多人的選擇之一。不過對蕭景文來講，到228紀念館做志工的原因，唔單槍係本時間較好過，更重要的係一種使命感。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受難者，所以他希望把這一段的歷史能夠跟每一個來參訪的民眾做一個很貼切的很親身自己經歷的一個說明。那他自己是當事者，那種恐懼、那種哀傷更勝於我們。
1997年的2月28號，台北228紀念館開館。蕭建文71歲，為到一老七家老老台嘅故事，本行較多人知，沒有本較多人來了解慘案發生嘅經過。故所蕭建文到紀念館來擔任志工。我有這個義務要來這裡當義工，就解說給你不知道當天這個228當天發生的是正這個實在的這個情況，我要傳給這個年輕一代。那一直到很晚，我們解嚴以後，1987解嚴，1988小蔣死以後，然後再隔一段時間，整個氣氛解了以後，他才走出來開始做這些敘述。因為日本話講到當好，蕭建文直接擔任日本遊客嘅解說員。四局、仙台局的四局來的，你可能都你家給你。有這個館以後，就漸漸的，他們日本人知道這個發生那個228的屠殺事件，他說漸漸的要來這裡看。那我非常敬佩他為台灣人民所做的一切，尤其是要把台灣的歷史給行銷出去。蕭建文逝世多位，2016年春天，在福卡克樓台嘅時節跌倒，休息了幾20年。郭部長只好離開佢親愛嘅志工工作。不過，當到尊敬佢嘅日本朋友，甚至係冇見過面嘅朋友，就親身到佢林口嘅福卡嚟拜訪佢，就為到聽佢講日本時代長卷嘅故事，還有228事件嘅樣貌。跟日本人點解嘅講，對日本有介紹一個228嘅一個真相，佢看到以後就來台灣來同埋拍片，同埋訪問。高齡91歲蕭建文經歷嘅2隻政權，蕭建文來唔切講歷史嘅潔白感，留下一台顯出表唔記得比起來，啥意外對日本嘅新時代神風引起注意。可能對台灣一地土地黨嘅人來講，面對歷史親好嘅方法，就會同佢潛轉來，唔好再個表唔記得。因為老實嘅台灣人對歷史嘅原諒唔會少，社會係對真相嘅記憶。其實228年嘅事件吼，對台灣嘅影響真嘅唔係安尼想象那樣點點吼。不過歷史畢竟係歷史，發生到安久以前嘅事情，沒可能你倆下來慢慢的想辦法，尋到一條路，然後228年個歷史嘅事件，就再重新整理起來，或者後生嘅下一代來看，來了解講，做嘛會發生呢樣嘅事情。其實這個系列嘅節目少了一個之後，其實就會希望有機會透過各位228事件當事人，還有他遺留下的人，還有周邊的像學者們，做的用那樣的方式，去重新再去看228事件，有一個新的視角。其實就像順便來強告給就給劉副吼，就在節目嘅兩個鏡頭背在尾聲的地方吼，就因為你做228基金會做很多一個研究嘅吼，劉副有乜嘅心情？就講對於呢個228少了一個之後嘅激發吼，就少了一個之後嘅激發，少一個以後嘅激發，你看到嘅激發嘅時間，然後伊加到228當配，劉副有乜嘅心情？以我經驗來講吼，因為當道嘅228嘅家族吼，我都有親身去接觸吼，我了解就講，當然也會想講，多啲下難講轉型正義啊吼，轉型正義要講乜嘅？228政府1995年開始處理到多啲下，沒有21年嘅，到底有乜嘅還要做處理嘅？我講兩點，第一點吼，佢愛嘅真相無怕比。我就講，呢蘇南嘅人地步啊，有當人多啲下，佢喺讓嘅過程本人作去，讓嘅過程吼，乜嘅地方蘇南無錢無處，家屬吼，佢到家屬愛嘅真相真簡單。
无讲过度要求，伊希望讲，甲老师讲正向，迄嘛个正向，来过上安用的。至少吼，叫伊提讲墙面的时候啊，叫伊刮子啊，要有地方做的刮子。天一点是讲精英的归属的问题啊。一般当道的家族来讲，佢讲自由疏难的人，无加害的人，到底加害人的多乜个地方？沙菲有一种常言讲吼，爱向前看，无爱吼回顾以往，爱原谅，但是其他家族讲句话，我愿意原谅，但是要原谅慢人，你喺其他都欣赏。所以我就讲吼，一直喺真相，一直喺正面的问题，这两点，喺我处理按当然啦，我喺欣赏安样。那曾教授呢？有一句话说了，人怎么样才会真正的死掉啊？当没有人再想起他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228的受难者，只要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人想到他们就会永远跟我们陪伴着我们啊，保佑我们的这个国家啊。所以我是用这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人，让这些人这个他们的故事啊，永远在他的子孙啊当中啊被正面的看待啊，被纪念啊。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人看待这段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夏公吼，你把嘞个事件的当事人吼，按韩国你把以后吼，韩国俩就是意思，你有乜嘅法相对台湾较后生人讲一下？我是安尼来讲，希望讲也个事件唔好再发生啦吼。国民党政府都也下含无发表讲，也个从个公卖票，做卖票吼，做卖票带去这行政长官公署，也吞个事情无人讲出来啦。因样呢，就是当时一个王明林，伊警政署署长，甲佢来从来公安局了当向下半人讲，佢啊从无人头嘅，我带人也到落去行政长官公署来同陈仪陈情，安尼将带去叫陈。那个行政长官公署，也引入去，泰国引入去就马上从3楼开窗下来，也安尼样发生的，是还不让唐人讲哦，也个是跟国民党的嵌套做法安尼，一点也是实在也是我吞唔落。冇办法接受啦，吼。係啊。其實各位觀眾吼。禮拜二收一集以後，呢集節目吼，同蕭景文先生、蕭亞公先生，其實我就看到一點就係剛你讀影片 VCR 當中看到當中，其實蕭亞公同228紀念館禮拜做嘅導覽嘅一個身份，當中日本人來了解了台灣的歷史安尼。其實做乜你提出來，客家電視台做了集。客家佬228事件呢，安樣一個節目，目的就係希望越來越多這個台灣的後生人做到看到，其實228唔係發生喺日本，佢係發生喺台灣。希望安呢個節目做到有機會，這個做得到，撈228韓國客家有關係嘅事情，慢慢地做得下來留下來，本客後生一批地講原來安呢台灣確確實實。發生過安樣嘅事情，你喺安呢禮拜節目當中嘅一件事情。請各位感謝大家嚟到安呢節目裏邊，每去客家電視台有一個機會做到安樣一個好嘅節目，太感謝。